如果你哋唔係喺歐洲俾人影到相，叫斷正啦，俗語所講，斷正係咪唔會公開嘅？係啊，唔方力申會公開啊，係啊。點解咧？唔公開原因好簡單嘅啫，其實唔公開都係為咗保護一段感情，因為一公開好多壓力噶嘛。即係好彩我哋兩個同一間公司又好啲啦，咁即係會有壓力嘅。即係講真啊，有邊個會想你哋即係娛樂新聞好睇都唔會想你哋一路好㗎，係咪先？都有多啲唔同嘢講啦。即係第一二日就話哇佢兩個拍拖，第二三日就分別個女仔嘅歷史啊，男人嘅歷史啊，係咪？即係講下啲衰嘢，跟住之後就講佢哋兩個幾時會分開啊？即係都係咁樣係咪？就算我哋兩個一路都咁平穩，都傳過我哋兩個即係結婚啊、離婚啊、再結婚啊，都傳過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係為咗段感情先至唔公開嘅啫。咁啊，方力申，你可唔可以講下，即係譬如你最欣賞啊鄧麗欣啲咩啊？惡㗎，你咁嘅樣，唔係好難㗎嘛，即係咁咩多優點？咁多優點，我中意佢冇朋友啦，係啊，朋友少啦，係啊，應酬少啦，俾你控制單純啦晒。唔係我控制佢本身係一個宅女啊，嗯即係呢樣嘢其實好難嘅，喺呢行裏邊好難，即係有一個即係咁，其實都幾影響自己發展㗎，咁唔 social 嘅一個女仔。係啊，你係唔同㗎喎，你。唔係我都少嘅，但係我即係我會肯去識新朋友啦，但係佢係唔肯嘅，即係就算我嘅朋友，佢都唔會即係出現咁樣咯。我個籃球隊到依家都已經3年咁滯咯，佢都冇睇過我一次打籃球，即係你冇叫佢，你會翻有叫嚟睇。佢咁但係都冇，即係佢各種原因就會唔嚟啊，或者怕見人啊咁，即係佢係少應酬咯，係啊，但咁會生活簡單啲咁樣啊，咁男人又放心啲啦，係咪？少應酬，少接觸其他人，係咪？係啊，咁所以就好啲咁樣咯。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方力申，想聽足本訪問，即刻上881903.com節目重溫。